复处大会有二种角，为观察角及梦想上接受继续建立角。大会观察角者，为六角性自性上选择离事故不可得，是名观察角。大会比事故者，为离一二既不既有无非有非无，常无常，是名事故。大会处事故离，是名一切法。大会处事故观察一切法，应当修学。大会分合梦想上接受继续建立角咧，为梦想上接受继续建设联动，不是梦想上四大种，将因想譬如继续，不是建立离建立，是名梦想上接受继续建立角，是名二种角相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二角相，人发无我相究竟，善知方便无所有角，观察行地得初地，入不三昧，得差别三昧，见别佛及别菩萨，知正后者个别劫数，讲照别刹土，地上上地上，大愿殊胜成立自在，法魂灌顶，当得如来自觉地，善摄心实无尽故，成色众生种种变化，光明庄严，得自觉性六三昧正修果。复处大会，菩萨摩诃萨当现四大造色，分合菩萨现四大造色咧。大会菩萨摩诃萨作实学，比真谛者，四大不胜，以彼四大不胜作如是观察，观察以各名相梦想分齐，自心现分齐，外性非性，是名自心现梦想分齐，为三观三界观比四大造色性离，是故同证离我所如实相自相分齐，自无生自相成。大会比四大种分合成造色，为定论梦想大众生内外水界，堪能梦想大众生内外火界，飘动梦想大众生内外风界，断载色梦想大众生内外地界，色及虚空机继续下地，五阴集具四大造色性。大会色者因六种种之境界故，因六种种之境界故，以此详述。大会
地顶四大急造色顶，有四大言，非彼四大言，所以才好。为成形上处所造方便无性，大众不生，大非成形上处所作方便和合性，非无形，是故四大造色相，外道妄想非我。复次大会，当说自因自色自性相，分合自因自性相，为我因分合我为色受想行识，彼四因非色，为受想行识，大会。色者四大急造色，各个异相，大会。非无色有四数，如虚空，譬如虚空，各四相，离数，离妄想言一虚空，大会。如是因，过数相。离数，离性非性，离事故，数相者，依夫言说，非说非性行也。大会。性者如幻种种色相，利益不宜实色，犹如梦影四大身，四负身，利益不一故。大会。性地处，当因妄想现，是名自因自性相。逆当地灭，逆当度灭，灭义说即正法，离断一切佛差诸外道见。大会。说即正时，法无我见证，急入不动地。入不动地义，无量三昧自在，急得以成心，得如幻三昧，通达究竟，立名自在，救业饶益一切众生，犹如大地载育众生，菩萨摩诃萨及普济众生，亦复如是。复次大会，诸外道有四种涅槃，分合为是：为性自性非性涅槃，种种相性非性涅槃，自相自性非性觉涅槃，自因自共相事流自断涅槃，是名诸外道四种涅槃，非我所说法。大会。我所说者，妄想识灭，名为涅槃。大会。白佛言：世尊，不建立不识也。复言建立。大会。白佛言：若建立者，分合离意识，非七识也。复告大会：彼因及彼攀缘故，七识不生意识者，境界分段继续生习气，中用总识依据。我所继续思维因缘生，不坏心相总识，因攀缘自心现境界，继续心即生，点转相因。譬如海浪，自心现见，
自心现境界，风吹日生日灭，亦如是。是故意识灭，七识亦灭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理说偈言：我不立凡圣，所作及以上，妄想泥岩色，此灭我涅盘。彼因彼攀缘，以苦定生心，以因者是心，为识之所依。如水大流尽，波浪即不起。如是意识灭，如是意识灭，种种识不生。复处大会，今当说妄想自性分别通相。若妄想自性分别通相现分别，你及以菩萨摩诃萨离妄想，道自觉性，外道通去sen见，各业所业妄想断，缘起种种相。妄想自性行，不复妄想。大会分合妄想自性分别通相呢？为言说妄想，所说是妄想，相妄想，理妄想，自性妄想，因妄想，见妄想，行妄想，生妄想，不生妄想，相似妄想，白不白妄想，是名妄想自性分别通相。大会分合言说妄想，为种种妙音歌应之声，美乐计着，美乐计着，是名言说妄想。大会分合所说事妄想，为由所说事自性，性智所知，以彼而生言说妄想，是名所说事妄想。大会分合相妄想，为即彼所说事，如乐确相，种种计着，离计着，为见识乱当相，一切成妄想，是名相妄想。大会分合离妄想，为乐种种金银珍宝，是名离妄想。大会分合自性妄想，为自性其处如是，不异恶见妄想，是名自性妄想。大会分合因妄想，为欲因欲缘，有无分别，因上升，是名因妄想。大会分合见妄想，为有无一义，记不记恶见。外道妄想计着妄想，是名见妄想。大会分合成妄想，为我所想，成决定论，是名成妄想。大会分合生妄想，为原有生性，原有无性生计着，是名生妄想。大会分合不生妄想，为一切性本无生，无种因缘，生无因心，是名不生妄想。
大会分合上士梦想，为彼其上士，如今女是名上士梦想。大会分合不白梦想，为白阴言继续，如师傅方便，欲白欲解，是名白不白梦想。以此梦想自性分别通相，一切依附继续有无，大会继续缘起而继续者，种种梦想继续自性。如幻是行种种之心，凡夫梦想见种种疑幻，大会幻以种种非不义。若义者，还非种种因；若不义者，还以种种无差别。离见差别，是故非义非不义，是故大会念及以菩萨摩诃萨如幻缘起梦想自现，而不义有无莫继续。呢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理说偈言：心白于境界，觉相地随转，无所有急性，平等智慧生。梦想自性有，以缘起即无。梦想迄摄受，缘起非梦想。种种既分生，如幻即不成。彼上有种种，梦想即不成。彼上即是过，故该将心白生。梦想无所知，以缘起梦想。此自梦想性，即是彼缘起。梦想有种种，以缘起梦想。世谛第一义，第三无阴性。梦想说世谛，断即性境界。譬如修行事，以一种种行，以彼无种种，梦想尚如是。譬如种种业，梦想种色现，亦无色非色，缘起不觉然。譬如炼真金，原离自果慧，虚空无分异，梦想情亦然。无有梦想性，即有彼缘起。建立即毁谤，实有梦想坏。梦想若无性，而有缘起性。无性而有性，有性无性生。以因以梦想，而得彼缘起。常名常相随，离生自梦想。究竟不成就，即堕自梦想。然后知清净，是名第一义。梦想有十二，缘起有六种。自觉知念念，彼无有差别。我法为真实，自性有三种。修行分别处，不越以如。众相及缘起，彼名起梦想。彼诸梦想相，将彼缘起生。觉非善观察，
无言无梦想，成语无有性，分合梦想觉，比梦想自性，建立理自性。梦想种种现，清净性境界。梦想如灰色，缘起假梦想。若以梦想者，即以外道论。梦想说所想，因见和合性。离梦想者，如是即为成。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为愿为说自觉性智上及一乘。若说自觉性智上及一乘，我及于菩萨善自觉性智上及一乘，不由于他，通达佛法。佛告大会：谛听，谛听！善思念智，当为你说。大会白佛言：为人受教。佛告大会：精诚所知，专上传授。梦想无性，菩萨摩诃萨独一静处，自觉观察，不由于他。离见梦想，常常生进入如来地，是名自觉性智上。大会分合一性相，为得一性道觉。我说一性，分合得一性道觉咧，为念所念梦想，如实处不生梦想。是名一性觉。大会一性觉者，非以外道声闻缘觉，梵天王等之所能得，唯独如来以是故说明一性。大会白佛言：世尊何故说三性？你不说一性呢？佛告大会：不自判涅槃法故，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性。以一切声闻缘觉，如来调伏，受极净方便，利得解脱，非自己力，是故不说一性。复处大会：烦恼障业习气不断，故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性。不觉法无我，不离分段死，故说三性。大会彼诸一切起烦恼过习气断，及觉法无我，彼一切起烦恼过习气断，三昧乐味得非性，无漏境界，无漏界觉，觉意复入出世间，常常无漏界，满足众具，当得如来不思议自在法身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理说偈言：诸天及梵性，声闻缘觉性，诸佛如来性，我说此诸性，乃至有心转，诸性非究竟。若彼心灭尽，无性即性者，无有性建立，我说为一性。引导众生故，分别说诸性。解脱有三种，即以法无我，烦恼智慧等，解脱即远离。譬如海浮木，
相随波浪转。声闻以一言，上风所飘动。悲起烦恼灭，独摄烦恼疑。未得三昧乐，安住无漏界。无有究竟处，亦哭不退还。得住三昧心，乃至劫不觉。譬如分水林，照烧莲后角。比觉缺一莲，得佛无上心。